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2月3號。這一期咱們聊一聊这個熱點話題。年紀大一點的網民都知道有一個詞兒叫肉雞。肉雞什麼意思呢？就是約等於綁票、肉票，對吧？實際上就是通過控制一個對象，然後從這個對象身上，對吧，不停的勒索錢財。你比如說你的電腦被控制了，被病毒，或者你的手機被病毒軟件控制了，你的手機或者你的電腦就變成一個肉雞，沒完沒了的在掏錢。你能想象嗎？有的醫院把精神病患者當成了肉雞，家屬把病人送到精神病醫院之後，不僅治不好，而且越治越重。為什麼越治越重呢？因為這些精神病患者他們那多少都有醫保，通過控制這些精神病患者來騙取醫保。有很多這個患者自從送到精神病醫院之後，就再也不能出院，一直到死。你敢想象嗎？有的精神病醫院居然把医院變成了一個養老院，這個絕不是耸人聽聞這個就是今天2月3號新京報刊登的一篇重磅報道。新京報的記者通過暗訪發現多家精神病醫院把病人當摇錢樹騙保，精神病院為掙錢阻撓出院，有人因此自殺。這個新京報了不得我對他不由得肅然起敬。大家都說調查記者現在越來越少，稀缺，而且也是高危。新京報2年前是吧，刊登出這個拉煤制油，這個油罐車去拉這個食用油，也是暗訪。新京報還暗訪了很多，所以這一次新京報又爆一個大料，所以我不禁對新京報肅然起敬。我們一起來看一看這個亂象已經亂到什麼程度？什麼叫觸目驚心？2020年2月3號新京報刊登一篇題為記者臥底調查精神病醫院騙保內幕，承諾免費住院，入院容易出院難，住院相當於坐牢，曾有病人多次要求出院無果後自殺。新京報記者韓福濤實習生申玉琪這個報道說不要錢，醫藥費和生活費全免，可以常年住。在湖北省襄陽市一家精神病醫院，一名醫生面對病人家屬給出了這樣的承諾。不只是這一家醫院，新京報記者走訪發現，襄陽市多家精神病醫院都對外承諾免費住院、免費接送，而這些醫院為了爭搶病人，不僅打出免費旗號，甚至組織員工下鄉宣傳招攬病人。一些病人家屬也不勝其擾，一個襄陽市居然有20多家精神病醫院，跟我們這兒的牛肉麵館一樣，開的到處都是，一定是哪兒出問題了。一個襄陽市就有20多家精神病醫院，而且還免費醫療，在我們這兒終於實現了，是嗎？關鍵是美西方對吧？那個有斩殺線的那些國家，免費醫療，那你就排隊據說對吧？你要預約看病，有的病要1年以上等待是吧？襄陽這居然開着車下鄉到處接送，而且全免費醫療，這怎麼聽着就哪兒有問題？2025年12月，新京報記者以應聘護工的名義，先後臥底進入湖北襄陽紅安精神病醫院和湖北宜昌夷陵康寧精神病醫院。在這2家精神病醫院，記者發現許多住院病人看起來並無明顯精神異常，其中還有不少老年人。有醫護人員直言，有些人住進來就是為了養老。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原本只在醫院工作的護工、保安也辦理了住院手續，成為所謂的精神病人。這個醫院太厲害了醫院的護工、保安也成了精神病患者。在襄陽，記者調查發現，多家精神病醫院可以把正常人收進精神病醫院住院，有醫生表示可以幫忙虛構出精神疾病。在宜昌，有精神病醫院為了達到讓病人常年住院的目的，定期安排病人假出院，與醫保檢查人員玩起躲猫猫。只要住進精神病醫院，这些病人就成了醫院眼中的摇錢樹。醫護人員利用他們的住院信息，虛構診療項目，套取醫保資金。原本用來救命的醫保資金，日復一日的被以這種方式套取。住院病人人數越多，住得越久，醫院的創收也就越高。這些精神病醫院為了多掙錢，除了拉攏更多人住院外，還會千方百計阻撓病人出院。不少病人明明病情康復，卻被迫住院數年，出院
成了奢望。臥底期間，記者也多次目睹了醫護人員扇病人耳光、腳踹病人，甚至用水管抽打病人的情形。我想起了缅北电诈乐園，柬埔寨对吧？什麼電詐樂園有什麼區別呢？熱衷於聊美國斬殺線的盤盤們估計是看不到這些，看到了也認為《新京報》是給敵對勢力遞刀子。我記得這個《新京報》揭露那個用這個食用油那個事件，對吧？加德老師就這麼批評《新京報》別有用心，妄圖攻擊我們的這個國企央企。這一回加德老師怎麼評價《新京報》呢？那肯定是妄圖攻擊我們的這個醫保體制啊。這個報道說啊，而那些被當成賺錢工具的精神病人，他們在住院期間既得不到有效治療，還要忍受嚴苛的管理，甚至是打罵。久而久之，當地眾多精神病人對這類只為賺錢不治病的医院產生了恐懼心理，有的病人寧願在家待着，也不敢再踏足醫院一步。免費住院和被虛構出的精神病。襄陽市襄州區沈營村坐落在襄陽市東部郊區，這個規模不大的小村莊，最多是有5人在襄陽楊一光精神病醫院住院，他們中有人患有抑鬱症，有人患有精神分裂症。而之所以選擇在這家醫院住院，不止一位病人家屬告訴《新京報》記者，是因為這家醫院承諾免費住院。一位精神病人家屬說，正常來說，精神類疾病和其他疾病相似，住院費用經醫保報銷之後，病人自己需要承擔一部分。即便是享受低保待遇的病人，醫保報銷只是比例高一些，但依然還有一小部分需要病人自己支付。還有生活費，一般醫保肯定是不報的。一听说免费都想去住。就我想这個盤盤們怎麼解釋呢？盤盤們肯定說，這些刁民啊就是難伺候，你天天羨慕那個 ICU 病房的老幹部天天躺在裡面免費，一切都報銷，這回給你報銷，給你全免費，你也不高興，就是難伺候。你看這不對吧？在農村地區、欠發達地區都開始免費醫療了，免費住院，你又不樂意。承諾免費住院的並不止這一家。2025年12月，記者先後在襄陽走訪，並聯繫了10多家精神病醫院，其中襄陽襄州安宜泰精神病醫院、襄陽湘雅精神病醫院等等都明確向記者承諾住院免收醫藥費，家屬只需繳納一定數額的生活費或者是門檻費。而襄陽漢江精神病醫院、襄陽康寧精神病醫院和襄陽安康精神病醫院醫護人員都表示，不僅不需要病人支付任何医藥費，連住院期間的生活費也可以不用繳納，唯一的條件就是希望病人能夠住久一點，不要錢，只需要住3個月以上，想住多久都可以，可以一直住，那不是在那養老了唄？這挺好的，你患了精神病，你就可以不用幹活了，有人管了，吃喝住、吃喝拉撒治療一條龍免費，這不是好事嗎？這個福利再高的歐洲恐怕也達不到吧？你要這麼一比的話，確實咱們超過了這個美西方。除上述這些精神病醫院外，襄陽另有多家精神病醫院的醫護人員則明確表示，記者配合他們的造假，報個警就說病人肇事闖禍了，弄個假的，這樣也能免費，這還報假警的。記者進一步調查發現，襄陽多家醫院甚至還能將沒有病的正常人收進精神病醫院免費住院，沒有精神病也可以。這我感覺這個真的失業的牛馬找不到活幹的，那就去襄陽唄，管吃管住。12月30日，記者陪同當地一名村民以戒酒的名義前往多家精神病醫院尋求住院，並且強調這位村民沒有任何精神問題，只是單純的想要戒酒。出乎記者意料的是，多家醫院的醫生都表示可以收治住院。襄陽市襄州區優福醫院是一家公立綜合醫院，該院精神科一名醫生透露，目前該院實際已由私人承包經營。你看看公立醫院的精神科已經被承包了，是私人的。說以精神科為主，住院的病人已有100多人。得知該村民想住院戒酒，該醫院的另一名醫生並沒有吃驚，說目前也有戒酒的在這兒住院，住1年的也有。針對費用問題，這位醫生說住院費和醫藥費都不用，其他吃住都免費，只要200塊錢的門檻費。你交200就行了，包吃包住，吃喝拉撒。在襄陽市襄州區靜怡精神病醫院，醫生簡單問詢情況後也很爽快答
答應讓那名村民住院。像你這樣又沒啥精神症狀，就是喝酒，到這兒也就是給你吃藥，然後物理隔離。物理隔離就是你不讓你接觸酒，是吧？你就在房间里面，没有酒你就喝不了了，吃点药。说病历要写成酒精引起的精神行为障礙，我們不往上報，家屬自己知道就行。在襄陽恆泰醫院，一名醫生在確認這位村民沒有任何精神問題後，直接表示可以幫這名村民虛構出精神疾病讓其住院。如果你純粹的戒酒，酒精依賴醫保是不給報銷的，我們把它寫成酒精所致的精神問題才能報醫保。也就是說你光試酒沒有用，你試酒之後引起了精神問題成了個神經病，撒酒瘋，精神障礙，那這個就可以走醫保。襄陽榮成醫院是一家民營綜合醫院，目前精神科的住院病人約有150人。得知記者的來意後，這家醫院精神科的負責人坦言，酒精依賴嚴格來說不算嚴重的精神障礙，你不喝酒就完全正常。儘管如此，這名負責人仍然表示可以讓這位村民使用醫保住院。酒精依賴在很多地方，比如十堰、武漢是1分錢不報的，只是在我們襄陽，酒精依賴還報銷80%。新京報說醫院的護工、保安也是精神病人。2025年12月上旬，新京報記者以應聘護工的名義臥底進入襄陽紅安精神病醫院，這是一家實際剛營業半年的新醫院，男女病人共有50多人。據醫院的一名工作人員介紹，目前所有病人均是免費住院。進入醫院工作的第一天，記者就發現這家精神病醫院跟想象中存在很大不同。南病區30多名住院病人中，不少病人看起來並沒有明顯的精神異常。一名護士坦言，其實大部分病人都還好，都是輕症的，那種狂躁的行為詭異的很少。在這家醫院，記者觀察發現，除了晚上和午休時間，白天所有病人都被關在一間200平方米的活動室，大多數病人會在這裡看電視聊天，還有多位病人每天會聚在一起打牌。打牌那4個人中有3個都是來戒酒的，你看他們打牌打得都很好。該病區一名護士告訴記者，目前有7、8名病人是因為戒酒前來住院，他們症狀普遍較輕，其中一名戒酒的病人在這家醫院已經連續住了3個多月。除此之外，記者發現住院病人中還有多名行動不便的老年人，僅在南病區70歲以上的老年人就有5名，年齡最大的病人78歲，他們中有的走路需要搀扶，有的則整日需要坐在輪椅上，他就是來養老的。一名護士表示，該病區的另一名護士補充說因為可以免費住院，住在這裡要比養老院性價比更高，養老院還貴，一個月怎麼着也要你1、2千，這樣免費。記者被醫院安排跟隨南病區唯一的一名男護工學習，記者發現這名護工也辦理了住院手續，是所謂的精神病人。在醫院的住院系統中，記者查詢發現他被診斷為使用酒精引起的精神和行為障礙。這名護工告訴記者，他是這家醫院早期的幾名員工之一，並沒有精神病，之所以住院只是為了配合醫院套取醫保資金。醫院招我是來幹護工的，7月4日上的班，7月5日入的院。他直言自己每天既不需要治療，也不需要吃药，出入完全自由。國家醫保的錢就這麼流出去了。有時候我在想這個到底是管不了，還是不想管，還是沒那個能力？套取醫保資金，套取國家補貼，騙補，對吧？這不是一個行業，各行各業都這麼幹，對吧？我一直說你發個消費券都發不明白。但是一方面你也清場日遙遙領先，人工智能、大數據、算力，对吧 ？DeepSeek 大模型，一方面連這些事情他管不了，对吧？這不是悖論嗎？這問題出在哪裡？新京報說住院帶上班，工資還是一樣。這名護工說在這裡工資2000多，管吃管住，你還真不錯呢。在與襄陽相鄰的湖北宜昌市，全市精神病醫院數量少了很多，除幾家公立精神病醫院外，記者只查詢到4家民營精神病醫院，其中宜昌夷陵康寧精神病醫院和枝江康寧精神病医院都歸屬於宜昌康寧精神病醫院有限公司。2025年12月下旬，記者同樣通過應聘護工的方式臥底進入了宜昌夷陵康寧精神病醫院。上班第一天，記者發現原本就不寬敞的病房住滿了人，大廳裡也擺滿了病床。僅記者所在的精2科，一個科室就住了160餘人。一名醫院工作人員介紹，目前有300多名住院病人，基本上都是床挨床。枝江院區那邊比這兒還要多。該醫院一名護
工介紹，這家醫院同樣也收治了大量老年人和身體存在殘疾的病人，他們中不少人都已經連續在這裡醫院住院數年。記者發現，這裡許多病人也沒有明顯的精神異常。在該醫院的一名工作人員私下向記者表示，他認為有些老年人壓根兒不是精神病，基本上年紀輕都是真有精神病的，年紀大的都是假的，也就是去養老的。在与多位医護人員交流中，记者得知這家醫院還收治了不少福利院送來的老年人。我們60多個人是福利院送來的，聽話的他們就要，不听話的就送到這裡來。與襄陽紅安精神病醫院類似的是，這家醫院的2名保安也辦理了住院手續。他們平時吃住在门崗值班時，行動完全自由，只有遇到檢查才會回到病房。其中一名保安告訴《新京報》記者，他日常也不用治療，就喝點降壓藥，沒有喝精神類的藥。你看看，這就是明目張膽啊！這簡直是丧心病狂。《新京報》說啊，虛構診療項目，醫院獲利豐厚。醫院為什麼這麼幹呢？那肯定是賺錢呢。賺誰的錢呢？賺大頭的錢。醫院為何能讓病人免費住院？隨着調查深入，新京報記者發現其中關鍵在於，醫院在這些病人住院期間虛構了大量診療項目，套取醫保資金。記者查詢襄陽紅安醫院住院收費系統，其中一名病人為例，住院90天，其總費用12426元，包含治療費、床位費、西藥費和檢查費等收費項目。這些費用，西藥費只有500餘元，治療費卻達到了6000餘元，占比最高。治療費明細裡包含具體治療項目，包括心理治療、行為矯正治療等收費治療項目。但據病人本人反映，他每天幾乎只是吃藥，沒有聽說過這類治療項目。我住這麼長時間的醫院都沒有打過針，就是喝藥，跟在家裡一樣。記者作為護工，在紅安醫院工作期間，也未見醫護人員開展過相關治療項目。但記者通過住院系統查詢發現，幾乎每位病人的住院費裡包含這些收費項目。記者詢問了多名在此住院的病人，他們都表示沒有接受過心理治療、行為矯正治療等。這幾個月除了喝藥，就抽過2-3次血，做過2-3次心電圖，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治療。有病人甚至表示每天吃的藥也很少，每天吃2次藥，一次就1顆。該醫院的一名醫生透露，醫院的醫療設備也比較匱乏，做 CT 的設備都沒買，彩超設備買了，但是還沒有招人，也就是設備有沒人操作。該醫院的男護工告訴《新京報》記者，醫護人員每天都會編造出一定數額的治療費用，一天130塊錢左右，一個月差不多就是4000塊錢。記者查詢發現，多人的收費情況確實如此，他們住院的日均花費基本在130元左右。一名曾在其他精神病醫院幹過護工的村民告訴記者，襄陽一些精神病醫院每天基本也是按照這個數額從醫保套取資金，因而住院的病人越多，醫院就越賺錢。一個月一個人套5000，一年6萬，100個病人就是600萬，成本一年就賺回來了。這些所謂的精神病人不就是肉雞嗎？不就是綁票嗎？对吧？多一個就能多套5000塊，一年就是6萬，這都是從大頭裡掏錢呢。在宜昌夷陵康寧精神病醫院，記者調查發現，這家醫院也存在通過虛構診療項目套取醫保資金的情況，在多位病人的病歷中也有諸如行為觀察與治療，總之就是編造杜撰的那些治療項目啊，實際上都沒有，但這些項目都要從醫保那兒掏錢出來。那這些精神病人從何而來呢？據襄陽紅安醫院的多名病人自述，他們均是由這家醫院的陈主任上門從家裡接到醫院。記者從醫護人員那裡了解到，病人口中的陈主任並非醫生，也不是護士，而是專門負責下鄉尋找病人的員工。這個之前那個下鄉是收垃圾一樣的，或者下鄉收農產品一樣，走街串戶，挨家問你們家有沒有精神病？没有，你願不願意免費吃住？那不就這意思嗎？你有沒有病不重要啊，你想免費吃住是不是？要把你接到醫院去，然後給你对吧編排一個說你是精神障礙。跑市場的他們手裡有這類人群的名單，按照名单上門去找。紅安醫院的多名醫護人員向記者透露，犹如襄陽当地精神病醫院的數量比較多，各家的競爭比較激烈，爭奪病人的情況經常出現。除了下鄉跑市場之外，醫院的其他工作人員只要介紹新
新病人前來醫院就可以拿到提成。咱們這邊是401個人，我之前在的醫院介紹一個病人是1000。一名醫護人員說那先把自己给介紹去唄，先賺1000再說，也不用吃藥，对不對？據該醫院南病區的護工介紹，經營精神病醫院的成本其實比較低，招幾個醫生護士，租個房子就行。由於位置偏僻，醫院的房租也比較便宜。新京報記者在當地走訪發現，襄陽多家民營精神病醫院均是最近幾年成立，住院病人從幾十人到200-300人不等，不少都選址在郊區甚至偏遠鄉鎮。200人，那一年的這個營業額就是1200萬了，对吧？你把這房租、幾個醫護的這個工資去掉，那一年淨賺，對吧？500萬的沒毛病啊，這個生意多好啊，也不用真治，对吧？你隨便搞點藥吃，甚至不吃藥也行，反正就搞個大房子讓他們看電視就完了。新京報說有病人遭腳踹、扇耳光，有病人替護工幹活，在醫院瘋狂賺錢的同時，住院病人的境遇並不樂觀。記者觀察發現，除了伙食較差以外，病人還要服從醫院嚴苛的管理，他們被要求服從指令，按統一的時間作息，在指定區域活動，不配合管理，有時會招致拳腳相加。多名住院病人透露，襄陽紅安醫院南病區那名唯一的男護工就經常毆打病人，在向記者傳授工作經驗時，那名男護工也毫不掩飾，不聽話的肯定要揍。說記者臥底期間目睹这名護工扇病人耳光、腳踹病人，甚至用水管抽打病人的情況。捆束病人在這家醫院也比較常見。12月28日中午，記者就發現一名病人被綁在床上不能動彈。值班護士稱，這名病人被綁並非因為病情問題，只是因為他與醫護人員頂嘴。他昨天晚上跟周主任犟，當時就把他捆了。對吧？你其他的病人你想捆不了，不能隨便捆，但是精神病人你可以捆，對吧？可以把他綁起來，這是治療的一種手段呢。你說说。據這名被綁的病人介紹，之前有多名病人都曾因不聽從醫護人員管理而被綁在床上，最久的綁了3天3夜。除了嚴苛的管理，宜昌夷陵康寧精神病醫院還會挑選部分病人替醫護人員幹活，盡管他們名義上享受醫院的2級護理，而醫院的護士和護工只需要看管病人，並不需要自己幹活，每個月給他們100十塊錢，讓他們買煙抽，因為他們想抽煙就會願意做事。這個有點像那個監獄看守所。記者發現，僅在精二科就有10多名病人被選出來負責所謂的公療任務，這些病人幾乎承擔了原本應該護工負責的一切工作，不僅要刷鍋洗碗、打掃病房衛生，還要清理廁所、替醫院搬運物資，有的甚至還需要承擔照顧病人的工作，給別的病人換衣服、餵飯以及洗澡。對此，有病人在私下抱怨，在其他醫院都是護工幹活，這邊是讓我們病人幹活，這麼好的生意啊！新京報說入院容易出院難，住院相當於坐牢。那當然了，好不容易把你搞進來的吧，1個月5000塊，能讓你跑了嗎？直到死為止。記者了解到，這些精神病醫院為了多掙錢，除了拉攏更多的人住院外，還會千方百計限制病人出院。在襄陽紅安醫院，儘管每天都有新病人入院，卻一直未見過病人出院，對吧？進來容易出去難呢。有些輕症病人直言自己不應該住這麼久，這裡面進來的人多，出去的人少，醫院想賺錢就不會讓你出去。多位病人表示入院之前醫護人員承諾住夠一定時間可以出院，但實際並非如此。之前說住夠45天就能出院，醫保好報銷，結果住夠了還是沒讓出院。2025年12月10日，一名住院病人詢問醫生何時能夠出院，醫生並沒有關心其病情，反而告訴他要想出院需要與送其前來住院的陳主任商量。為了達到讓病人長時間住院的目的，紅安醫院也會限制病人和家屬聯絡，所有病人入院第一天就被要求上交手機等物品。進入這家醫院工作的第一天，一名護士同樣告誡記者，不能幫助病人與外界聯絡，不能讓家屬跟他們直接聯繫，間接也不行。宜昌夷陵康寧醫院同樣會以各種理由要求病人常年住院，病人同樣很難同外界聯絡。記者與多名病人交流的過程中得知，有些病人已在這家醫院住了數年，最長的有8、9年，反正千奇百怪的理由不同意出院。一名已在夷陵康寧醫院住院5年的病人直言，住院如同坐牢，相當於在監獄坐了5年。據一位親友介紹，這名病人到夷陵康寧住院後，很快被醫院安排參加勞動。參加勞動的一個優待就是偶爾可以使用手
手機。在這位病人生前與其親友的聊天中，其自述既要在醫院打掃衛生，還要給其他病人打飯餵飯，甚至還要給其他病人洗澡換衣服。他喜歡抽煙，醫院把抽煙當成條件讓他幹活。在其醫保費用結算單上，記者發現其住院72天，在宜寧康寧醫院的總費用為10211元，平均每天140餘元。在收費項目中，記者發現還有精神病護理1級護理和精神病護理2級護理這樣的收費項目，這也讓其一位親友十分不解，明明是他在護理別人，卻還在跟他收護理費。這位病人2025年6月份在宜昌宜寧康寧醫院自殺，終於整出事了他只是愛喝酒，根本不需要住那麼長時間的院。一位親友告訴記者，自殺之前，這名病人曾多次向醫院提出出院，這位親友也出面幫其找各方溝通，不過都沒有被應用。在其与那位親友的聊天中，這位病人多次表達想要出院的想法，甚至還說不讓出院就撞牆。文章最後說說是假出院，規避醫保監管。新京報記者在調查中發現，為了規避醫保部門的檢查，宜昌宜寧康寧医院的大多数病人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被医院安排假出院。在一份出院记錄表上，仅仅在2025年12月份就有20多位病人办理了出院手續。然而记者核实後发現，除了個別病人是真出院外，其餘病人實際都還在醫院裡。該科室一名護士向記者證實，確實有一部分病人辦理了出院手續，實際仍在醫院。所謂的出院只是假出院。為什麼假出院呢？2025年12月25日，在當地醫保局工作人員進入醫院核查住院人數之前，記者就發現那些辦了出院手續的病人被藏了起来，而门岗的保安也從门衛室回到病房装病人，应对医保局的检查。該醫院一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一般每周4上午，當地醫保部門都會派人來清點住院病人，而醫院每次總會在清查人員到來之前提前轉移那些假出院的病人。一名在這家醫院住院多年的病人向記者解釋了其中為什麼要假出院呢？一個人不能在這裡常住一段時間要出院，故意給他辦個出院，免得上面查你一直在這兒住。多名病人都表示，醫院會定期安排他們辦理出院手續，等過一段時間再辦理住院手續。每次出院會把我們帶去門診掃臉。記者獲得一份材料顯示，從2024年6月5日到2025年12月5日，一名病人先後6次辦理出院入院手續，每次出院時間從8天到14天不等。但實際上，這名病人在這1年半的時間內並未走出沒有出過這家醫院但是他入院出院辦理了6、7次。據多名住院病人反映，不管是使用医保住院期間还是假出院期间，病人其實感受不到任何區別，每天都是住在醫院，藥還是一樣吃，沒區別。宜寧康寧醫院一位病人直言，醫院不敢讓他們真出院的另一個原因是醫院擔心不少病人真出院後就不會再回來住院，而醫院為了保證收入，就不會讓他們真出院。搖錢樹怎麼能讓他跑了呢？就這些病人都成了醫院的摇錢樹，成了肉雞怎麼可能讓他跑了？跑了還在哪兒搖錢呢？不只是沒有治療效果，記者在襄陽走訪發現，甚至有病人家屬反映，住院之後病人的病情反而加重的情況。我姐姐以前比較輕微，去住院之前還能自理，結果在陽一關醫院越治越嚴重，最後臥床不起了。長期關注醫保亂象的一名公益人士告訴新京報記者，據他了解，這些以騙保為主的精神病醫院只是把病人當成搖錢樹，並不會真心為病人治病。這些医院配備的醫護人員通常情況下嚴重不足，醫療設施設備缺乏，也沒有能力去治病。目前有些地方已經把投資經營精神病醫院當成了一門熱門生意，把精神病醫院搞成了養老院、福利院，投資小，設施簡陋，效益可觀。這些醫院俨然成了不法商人賺錢機器。首先這是醫療行業的亂象，騙保，各種騙保屢禁不絕，觸目驚心。其他行業呢，大抵如此。你只要有國家補貼的，对吧？都是各種花式騙保，新能源汽車騙保，騙補貼。這個以前媒體也報道，這個也沒什麼好說的盤盘們認為這個是抹黑，給國外勢力遞刀子，實際上呢，就是叫金玉其表，敗絮
其中啊。這就是咱們為什麼啊，这些什麼宏觀數據啊和微觀的體驗之間的差距嘛。GDP 對吧？第二，每年5%的速度增長，但是牛馬越來越感覺到寒冷，哎，你就知道这個錢去哪兒了。不是一個行業這樣，它是各行各業都差不多。到底是治不好治不了呢，還是不想治？就給人感覺啊，這個老二呀，迅速的在滑向老三。這個我覺得比美國的斩殺線那樣嚴重的多啊。不管怎麼說吧，還是給新京報啊點個讚。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中，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